先来关心的是，即马就是受到这西南气流的影响，南部上大雨是露出灾情。这气象署表示，这款无稳定的天气会一直到礼拜，也若这2日啦，这全台湾拢会落雨。苗栗以南爱注意大水雨，也若北部甲东部是乌阴落雨的天气。受到西南气流含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南部落大雨，露出灾情，包括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拜二拢宣布停班停课。气象署拜二也继续针对嘉义以南5个县市，各有台东、平湖北部大水雨特报。南台湾的比较偏向是西南西的风场，所以它慢慢的开始北上之后呢，可能到今天晚上开始，整个西南台湾附近就会转为是纯粹西南风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届时，其实整个中南部的降雨会慢慢的有所增加哦。气象署表示，西南气流会一直影响到拜三，中南部也是会下大水雨，尤其是南部地区和中部的山区，可能会下超大水雨。因为北部和东北部是落西北雨，北部也有机会下大雨。30号之前，我们都还是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特别是30号南部地区还是要慎防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不过到了31号之后呢，西南气流是减弱了，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要慎防会有局部的大雨甚至豪雨的一个降雨状况。气象署指出，拜四到礼拜西南气流减弱，也毋过苗栗以南也是有可能会落大雨或者是大水雨，其他地区是侪云或者是落西北雨。这礼拜天气较无稳定，提醒民众若是出门，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魏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